大家好啊，我係肥蝦。本集預告留港消費，今日食下下午茶都有數啊！超大鹹牛肉雞蛋三文治烘底，再加黑糖紅豆冰，仲有牛油椒鹽粟米。甜品控就至愛啦，仲有高菠蘿油，再加6蚊雪菜肉絲炆米，輕食湯頭都唔錯。大家有時間振興香港經濟啊！牛奶冰室，今日留港消費下午茶，大家睇睇，46蚊菠蘿油，呢個係雪菜米粉，加一個黑糖紅豆冰。3層麵包嘅鹹牛肉雞蛋多士，超正啊！46蚊。菠蘿油望清楚，留港消費系列。留港消費系列，我肥蝦好介紹今日留港消費下午茶，大家睇睇46蚊呢 set 嘢，望清楚。肥蝦好介紹。呢個係雪菜肉絲米粉，雖然細盅，但係都足料。雪菜肉絲米粉。留意佢個西多餐，41、38、35，記得喎，留意呢個12蚊3隻雞翼啊，超抵食啊！呢個都係呢啲你可以凍飲加3蚊，特飲6蚊，9蚊，12蚊。下午茶2點到6點，平日喎記得啊！嗱，原來咧牛奶冰室係用冷壓檸檬嘅，冷壓檸檬係讀唔正嘅音啊，唔好意思啊。仲係加9蚊啫，抵飲啊！嗱，原來佢秘製牛腩都出名㗎，係啊，出名㗎秘製牛腩啊！咁我加10蚊整到個椒鹽粟米。咁但係個樣咧就真係麻麻地啦，食埋先再算數啊！咁現在由46蚊轉變到56蚊啦，但係我覺得都係抵食嘅。佢仲有個叫芝士菠蘿包，就加15蚊嘅。咁但係我個係拉絲，個芝士味唔係好重，但係就拉絲咯。如果有機會你哋嚟試下啦，我肥蝦好介紹。嗱，加配價咧就唔係而家呢個嘅，如果菠蘿油就12，有一個芝士拉絲嗰個菠蘿包就10，唔知15啊16啊。咁而家呢個價係正價嚟嘅，咁啊又優惠多啲咯，咁啊自己留意下咯。牛奶冰室可以嘅，唔錯。